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拍客数道》，真欢喜阁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跟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，咱要小解的意思是渡水。头起先，咱先来小解这字“渡”。渡有踢条的意思，像讲痰扫袂出来，渡伫哪后，人就去啊。这就是咧讲，这痰害人袂喘气，煞失去性命。阁亲像，迄只大水真恐怖，水渡到要一层楼遐悬，阮规家伙仔拢走去二楼等水退。这就是咧讲水淹甲真悬。阁像讲，便啊连假，车就真够堵伫高速公路，袂顶袂动。即句就是咧形容塞车塞甲真严重。堵，阁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浸入去水里的意思。亲像这菜头皮烤烤咧，切好一角一角，通好渡咸。就是按算要洗菜头啊！这尾鱼仔先掠去水里渡咧，明仔载才要抬。就是咧讲，要甲鱼仔暂时饲伫水里，后手才阁继续处理。最后，咱翻头转来讲渡水，相信大家已经拢了解是啥意思，就是人去互水淹去，无法度喘气安尼。毋过渡水敢一定会死？这都无得确，凡说有人去甲救，运气若好，阁有通食到饱字。若要表示这个人是淹死的，咱会当讲渡死。若安尼形容是较斗搭。台语的动词介有路，有人讲动词是台语上介歹学的部分。若有机会，咱则阁做伙来研究。安尼。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先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过来哦。